今年海口乡嘅田沙庄，民国50、60年家下，是得讲贵州人如提做周边，人讲系周边王国咯。不过所搞做嘅东西，韩国志向嘅因来因普遍呢，传统手工嘅周边产业，如人家人买系的，人家田沙庄抢存到一间周边工厂嘅哟。香港家乡无头摆嘅好工具呢，总头行也传统假使无保存下来，非常大爽。蔡天乡亲2012年，如成立嘅田沙周边发展协会，老神去上修也嘅数年，媒体名路行宣传，更加有许多嘅游客同业名团体为特别去参访，佢只嘅如在嗰边有名嘅，连艺术家台饭店如去前面呢为主文咯。不过现在也公众呢去辛苦，又要有一定好嘅数年技术，后生人冇嘛肯做。一個老產業要用嚟永久做下去，還有許多困難等能去解決。許多村推翻最大嘅思路國粹國貨市場，查個出經驗，攀上當地嘅轉地粹韓國國貨。20多年前都係用竹簍來種粹，兩下單單都用塑膠做嘅，不過竹簍還係有幾個好處，係配合冇嘅。除了它可以量比較可以裝比較多量啊，像它一件大概都要裝30把左右，然後它的保護也比較好，然後因為它規格的關係啊，用塑膠籃比較不太適合。塑膠簍只價50個元，竹簍只價600個元，不過竹簍價動耐用。它這麼重，我們怎麼不可能拎着它跑？所以一定有時候難免會重摔什麼的，所以它一定要它要保護菜的話，當然要承受那個壓力啊。塑膠就不可以這樣。塑膠很快就破掉了，你看，很多塑膠都破掉了。那個破掉的話，對菜就是會擠壓到，就不太好。讓田圈隨提出嘅時期為當竹簍來做，一般來講半年前才先煮分。通常你都要從夏天大概7、8月就要開始排訂單了。對，因為它的產量真的很有限，它全部因為它竹簍是全手工的，會擔心以後買不到，因為師傅也會老啊。這個是算密的，它主要裝的蔬菜是那個芫荽，因為芫荽只要是那葉子不要枯掉，不要黃掉，所以它要用密一點的。再來第二個，這個是一般的蔬菜，比如說我們的芹菜啦，或者水菜類啦。哦，就是那個青江菜、小白菜，大部分都用這個，因為它的透水性很好，又通風。兩下班就跑出竹沙，才是為係海口變竹變人家嘅第三腿。竹管本身大小它差不了多少，問題是你要破的竹子是有分大小。要取決於你要的竹片是大小，才來決定你要用哪一個 size 的那個工具這樣子。也都係用嚟80年嘅家貨條例，民國50、60年，田沙莊是行人公界竹簍王國。天色莊呢，在早期台灣農業時代呢，它就是以竹編聞名。它製作了過去台灣傳統產業的很多的竹編的竹籠、雞籠哈，然後農村時代所需要的各種產品，都是用竹編所編製出來的。幾啊件就話而家咩20件咧？我買20件啊，這樣。現在做一張做會較濟。係盡量做外銷的啦。外銷就是說，裝台灣的蔬菜到新加坡、馬來西亞。那時候量才是最大的，一天可能光我們這家工廠的生產量哦，就超過1000個，一艘船好像有幾萬個竹簍裝蔬菜這樣。嘿，也趕，迄個趕外銷外趕呢，迄營收啥攏免困呢，你知影？迄批船人咧出年後啥攏免困。上咗經濟唔好，都用便宜嘅竹竿起步來大，轉為變竹變生意當好，村民才有錢，手頭下送中嚟，出貴氣賺了波。唔過市推改變，據小額塑膠製品出現，天天額逐個出下手中嚟，韓國做兩間業務動辛苦，是不見來減少，出算就民主分也冇法好出。少年都唔做，你買他做會去。啊，你做袂好人用人就定係用別行人咯。天沙莊嘅竹編產業當家從物體，兩下是用2間工廠喺度做。
迄艰苦啦，迄无人要做啦。啊，无人传安怎？无人传就无法度啊。老一辈的，你看做这个很吃力，这个很累，最辛苦，因为他一定要手力腕力，一定要，因为你没有手力的话，没有办法去拉、去翻。他一个动作，你看6个动作，你重复哈，手会受伤。我们一些三五好友一起聚在一起，在想说，那我们这个竹编产业是不是这样就消失了吗？后来我们就找一些好朋友嘛，大家共同成立一个协会，让协会来主导，能够把这个产业继续再延续下去。而让这几年协会成立，还是宣强政府动研求业方案，让老师傅亲到转来搞2项生意。像建这会啊，建这会也无爱做啊，伊叫我就甲做，无法度。你若有人要学习，我爱学算重的尔啦，我会摕你甲想。内底物件遐济，你逐项要学起来，你甲想，毋是你若讲干那学这项会较紧，安尼，迄一项愈无共，会足困难的。苏省天时安年也报道中两类母猪颠覆独种流量。到这囡仔吼，我就是做这拢有烟哦，我嫌插啦。啊，这是咱就会挂着，手笼挂咧，再搁挂手笼落吧。啊，骹笼呢？骹笼你也无挂呢，迄裤骹吼拢会破，搁还要穿就穿过。香港业界系条follow顺条嘅条路，习惯了啦。冬天大家都会很冷，我还会流汗的。这是外公他们在开始做，啊，就跟着妈妈来做啊。蔡家基系工厂度最后生嘅师傅，不过也有20-30年经验。烤到它，你觉得它可以弯曲了，弯曲不会裂开了，它就是好了。啊，沾水是要让它冷却固定。没有说我可不可以更弯？没有，因为竹子它有厚度，它的薄跟厚不一样。下是经验冇标准流程，唐蔡家基讲会也谈得出几许多竹编生意还系有成功。因为没有人做，而且市场又需求如果够的话，其实它还是一样可以延续下去啊。那个塑胶都有毒，这个又没有毒。天然环保，不过下为手工来做，机器团的。从起底还有捆边做完之后，最主要的还是它的支架。这个所谓的支架，就是它的口径，这个是最主要的步骤。你这个口径如果有做好了之后哈，它那个旁边的支架才能顺利的把它完成。来，你看伊有咩地步？我们，再给我换条来。来，好，这样好。对，无光刷洗的。这个小水。没有错，有光线的时候。8生意最三做之后，最近也抢走为出30个竹篓，涵盖了有手工本土嘅传统手艺，也下来动到好翕相嘅嘢，当翕相。当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起狗腿，你知道吗？那你看他们还继续坚持在做这个区块的话，你会觉得，这些人是蛮让我们去感动的。老师傅也说退休一个就少了一个了。他们说就是算是燃烧自己在人说维持这个产业啊，这个人说让这个人说技术有机会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佢哋希望大埔羊头来記錄鄉鄉文物體嘅傳統竹編生意。希望保留这个能够记录这个传统的手工艺。老师看到是有风情的回忆，也觉得很感动。对，因为小时候我都用过，可是这种原始的东西都是保留了台湾很重要的一个人文的一种艺术存在，觉得很重要。工厂或是我们村落，我们尽量去打造一个竹编的世界，这样让外来的游客他们能够继续进来，不要说我来一次，下次我就不来了。可以一步一步的增加我们协会的曝光度。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这个使命，还是责任，还是把
竹编的这个传统手工艺在地的文化，把它保留起来。为天然落来的，才天然也出来的。安东村民传统协会按上网来推广，也是同出来提手。参加台湾猪没有？鸡蛋、鸡蛋呢，当然咧画，安尼材料咧画，都有欠用的人就出来卖安尼。阮爸今年已经80几岁，阮爸拢用这台车卖阮饲大汉的，饲阮大汉的。阮妈妈到处做，阮爸爸出去卖。这辆商车就在一道20-30届赶路个改添两道。这有大细卡嘛，我这家己，这就倒较顶面，这就较倒下去，安尼有，拢嘛20-30卡啦。你啊北风咧。你啊，寒天咧，北风咧头，骑无啥会行。去到山诶，无再骑去，拢是用这锅啊白，这个锅啊透起，锅啊透起，用担对山顶去咧卖安尼。上下会遇到寒冷嘅素菜，晚上3點就會出門。伊拢有當時去到布地啦，山區嘛去到德家迄邊遐啦，海口攏才去到大溪啦，滿世界賣一工去往回安尼。拢回来拢才暗嘛，生意出去无一定做有啊，但是自己去卖无偌济，嘛佫再倒回来啊。局长起告局长攞設家嘅經過，轉做生活嘅生命故事，希望兩條股繼續傳承下去。不過近幾年只見限地用到兩條東西嚟，所以佢哋請老師傅嚟教主顧摸出小朋友嚟做小型嘅竹編藝品，也係使用嘅卡邦兩條。希望喺那同意為對竹編做協調，那一方面也規範做商品，冇出本銀行時間嚟做，協會也加減補貼掉嘅。剛開始會很難做啊，就是會刺到手啊，會什麼的，但是做久了、熟練了就不會。我們有做了球，然後做了筆筒，然後又做了就是可以放小東西的盤子、水果的盤子之類的。我們想說做這個小型的哈，因為這個也比較不像那個大型的哈，會比較困難呐。因為這個竹編，我覺得這種創新的東西哈，讓小朋友能夠延續下去，這樣。把這個傳統技藝學下來，以後當作是一個藝術品也好。那以前的先人他們的技藝能留傳給我們，我覺得這個一代傳一代，這樣很好。也能順便消費幫我們呢，就是說鼓勵我們，讓我們協會有增加一點收入的話呢，那我們就是這個協會當然也需要一點經費嘛，哈。那這樣子的話，才能長長久久把這個竹編這個竹藝的這個工作慢慢的往下扎根。我们溪口乡呢，这几年已经慢慢的在找回自己在地的那种客家人的血统跟传统，所以说呢，我们这几年也开始在着重每个村庄的那个社区资源的调查，然后今年度呢，用更深入的角度来到我们仑尾这边，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有一些客家的资源调查能够挹注到我们仑尾竹编发展协会这边来。協會成立過後，用名輪類傳播，各體間廉長協會也會提分享。東年長地，人類很容易地嘅堅持為做兩項傳統，也開始去簽記到嚟做。一些設計師啊，或者一些飯店啊，他們想要竹編的東西，他們就主動來找我們了。我們就要為他們量身訂購這樣子。我們不怕慢，那我們就是要慢慢的做。把它每一件事情做好。保留傳統老現代結合，展現出新風貌。5年來，主要用食材，從怪個融合、挑遷一譜、長一譜，為什麼緊靠緊變，變出綠莓天沙中間不來。